台南大湾北2023公益耶诞点灯活动，邀请南华、玉山、大内、杜北、二溪、左镇、北寮、南西、青山、吉北等10所偏乡小学，总共150位偏乡学童共度耶诞佳节，就安排前往南科考古馆参观，中昼甲暗顿分别伫咧香格里拉大饭店、木火柴烧牛排享用大餐。度过美好一天，为将这美好的回忆记录落来，大湾北特别举办公益点灯作文画图比赛。18日伫台南大湾北1楼大厅举办颁奖典礼，由副理徐胜斌亲自颁奖表扬。请我们的副理呢来帮我赠送我们的奖状以及我们的奖励金。非常感谢大圆柏很精心的设计，让我们的孩子们呢可以有很多不同层面的一个感受跟学习。无论是在实质上这个鞋子跟书包等等的一个物资的一个赞助以外，更重要的是孩子在这一次的活动中也学习到礼仪上面的素养。那同时呢，也因为大圆柏这边规划很多的一个闯关活动，所以孩子在这一天里面也学习到竹节虫天文等等的一些平常在校园里面比较难接触到的一些课程以及实际体验的一个感受。这次的点灯活动很有趣，才让我写出了这样的作文。也谢谢举办的公益活动，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让我长大以后也想要去回馈社会，帮助别人。谢谢主办单位让我参加这场画画比赛，让我得到很少的成绩，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能画画一次。妹妹，像你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心里感觉是什么？开心。作文组的前3名分别为玉山国小宋云桥、大内国小杨新璇、南华国小于敏化。画图组是左镇国小庄义阳、玉山国小蔡雅义、左镇国小庄敏桥。所有得奖学生拢有奖状以及商品券鼓励。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